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好。我哋周末嚟短講一下時事政治。今個禮拜全世界最關注嘅就係川普有冇有同金三胖，就係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會面。可惜冇有，因為揭怕同呢個習近平見面之後會激嬲呢個北韓嘅領導人，所以就冇有同呢個金正恩會面。但係佢今次會面嘅只不過係中央軍委有軍銜嘅一個提升，一個今次全世界以習主席升高咗做文章，實際上明眼人都睇得出呢條友就係一個替身。呢條友已經係嚟過美國同 Joe Biden 見過面，但係我哋嘅 Joe Biden 佢雖然係 Sleepy Joe， 但係佢仲係比較醒目嘅。過去問你呢條水魚啊，你老婆嘅生日係邊日啊？係同我一日啊？你就記得嘛？就呢個句話就已經係揭穿係佢嘅假面目。今次中共領導層又靠呢條水魚要渾水摸魚，唉，真係冇識決定，又要做咩大事？果然不出所料，假習近平同呢個川普見面冇到24小時，佢軍隊嘅呢個談判就硬生生嘅就要講，要美國遵守中共嘅呢個所提出嘅咩，要譴責台獨，即係神經錯亂。本身台獨嘅早期嘅領導人係同啲中共嘅早期領導人係同穿一條褲，同瞓一鋪床，同耍一個女仔嘅。你啲真係話呢種講出嚟，真係啲面皮有幾厚啊！人哋台灣嘅台獨嘅早期嘅呢個革命分子，邊個唔係延安培訓出嚟嘅啊？所以講而家啲中共真係仲舊調重提，講乜嘢一定要一國兩制統一台灣，呢真係講啲話真係冇經過大腦啊！果然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就反擊啦，就講一定要維持現狀，台灣就係中華民國，講得好清楚。所以我哋要睇見中共仲諗住要美國呢張牌嚟幫佢維持所謂嘅非法統治，係冇可能嘅。美國方面都冇要釣魚清燈，以為佢買嚟你哋一啲嘅呢個黃豆，你就可以高枕無憂，要隨時嘅要警惕呢個野心狼。以前佢唱過係美帝國主義係野心狼，實際上中共帝國只係真正嘅野心狼，比美國啲野心仲更加大。全世界一定要擘開嘅眼，識得中共敵國係真真正正嘅全世界嘅公敵，係全人類嘅公敵，甚至係全宇宙嘅公敵。所以我哋真真正正要睇穿佢哋嘅詭計，揭露佢哋嘅詭計，要全世界人睇清楚中共
亡美之心不死，要統治宇宙乃至統治世界嘅之心不死。因為喺天安門嘅門口就寫住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嚟，呢唔係標語，唔係口號，係佢哋嘅共產黨嘅終極目標。多謝大家收聽收睇我嘅節目。今日係萬聖節嘅前夜，不過我係基督徒，我哋冇過嘅。不過仲係祝大家喺新嘅一個月份嚟臨之際，都有平安喜樂嘅心。多謝大家收聽收睇我嘅節目，我哋繼續關注中美關係、世界各色，仲有將來要發生嘅事情。祝大家平安，有個美好嘅週末，下次見。